根据着嘉义市教育处的统计，讲嘉义市各中小的运动场有86%拢是使用 PU 跑道，这款跑道的维修成本真悬，天气热又有塑胶臭味。市政府也拍算讲要开始换新，不过也有学校烦恼讲，若准铺红土，可能有营业的问题。 真正专业的运动场使用这种塑胶原料做的 PU 跑道来吸收运动员骹骨的冲击，嘛会牵咧互顶下来作用。嘉义市目前28间国中国小当中，只剩2间国小也是使用红土的跑道。学校认为红土的跑道较自然，对囡仔对环境拢较好。伊本身面顶的透水性铺面吼是真好的一个环境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囡仔若伫面顶运动的时阵，若无小心去绊倒，啊，伊受伤的迄个空脆会较轻，会较细空安尼，啊，较袂讲像迄个 PU 跑道的颗粒较大，啊，伊也愈着挫伤的面积会较大。 这种塑胶原料的 PU 跑道，天气热的时阵会有一寡奇怪气味，而且时间久啊嘛会变丁，对成长的囡仔来讲，颠倒无好处。嘉义市政府有要推出学校的立法，除了暗算伫学校种树啊，嘛希望未来会当豆豆来换遮的跑道。PU 跑道当时要去打造的时阵，是因为顾虑到囡仔的安全。啊，红土跑道其实你也维护啊好势以外，其实对安全的问题嘛，咪是虾米困难的代志。 教育处表示，起一条 PU 跑道，上无嘛要开600万以上，而且跑道顶面的塑胶粒啊，唔但会愈用愈少，而且嘛佫影响环境，维护的费用嘛真做学校的负担。这个维修的部分，确实是真正是真大的费用。啊，当然啦，慢慢来改善，变做红土。当然一寡维护的问题，咱也会当来改善来讲。我感觉做红土嘛是一种真好的考虑。 不过，一个学校嘛指出，红土的跑道虽然符合环保的趋势，成本嘛比 PU 跑道更较俗，但是营业的问题对家长甲社区来讲嘛需要解决。市政府表示，每一间学校拢有无同的问题，会配合学校的环境甲社区的需求来调整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